也在最后时刻，我们一起共勉。让我们借无数的众生，将这大船载得满满的，让我们引导在厉海遗航漂泊的船只安全航向彼岸。大家手牵手，内心有一股龙的欢快的挽流，大家心连心，共同传播天道的福音。说不尽的天恩，道不尽的温馨，天吹地感，让我们祝福咱们神燕山道路宏展。各位先生大德，各位道听嘉宾，让我们一起创造